公司新闻的所谓闭库有几落万笔的采访画面去互外包厂商抬掉，引起社会关心。各党派立委拢提出质疑。交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讲，目前正在调查，会伫1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。公司嘛表示讲，会成立鉴价小组，要求厂商要赔偿。 公司新闻所谓骗库，因为外包厂商的疏失，几落万笔的新闻采访画面汹汹消失，引起外界关注。16文化部长李英德到立法院进行业务状况报告，各党派立委对这件代志拢提出质疑。这个事情一个是不太可思议的事情，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在那里？应该不是很单纯的一个人操作人员的疏失。 它一定还有很多其他，不管是系统的设置、备份的一些原则，或者是操作原则，或者城市的保护城市啊，一定有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请专家去进行实际的了解。文化部表示，会甲 NCC 行政院资源处成立专案小组，1个月以来提出调查报告。公司新闻所谓骗库以外，影响范围包含公司台记台、客家电视台。公司表示，目前还有84000多笔的资料，也无法度复原。目前受影响的范围，若有需要，会以新闻部的业务经费向华视来买。初步我们会先请求厂商复原我们所有片库设备的一个所需的费用，他要先出这个费用。那至于灭失的资料的这个鉴价，好，以及后续的这个追加起诉的部分，我们也会持续进行。那目前董事会也打算成立一个鉴价小组，请专业的顾问一起会同律师来做这个求偿金额的这个认定。李英德表示，目前公司内部已经有定出的名单，针对公共集团的其他单位，目前嘛正在了解因资料保存甲备份的状况，未来嘛会提出相关报告。记者郭不根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